各位好，又係幫醫生健康資訊短片分享嘅時間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係高鈉陷阱。好多人都誤會咗，以為高鈉就等於食得鹹。其實我哋日日食嘅嘢，鈉含量好多，我哋都係可能唔察覺㗎噃。如果吸收鈉過多，身體就會留住多餘嘅水分，令血容量增加，血管收縮壓力加大，個心臟泵得吃力一啲，血壓自然飆高咯。記住，正常成年人最多每日鈉上限係2000毫克，大約等於1茶羹嘅鹽。我試下用香港人嘅飲食習慣嚟舉例，平時最常外食嘅早餐都一定有方包、即食麵等等。原來2片方包睇落去好似好清淡，鈉含量分分鐘超過400毫克。如果加埋火腿、餐肉呢啲醃製食物，就更加得不得了啦。一個即食麵就更加犀利，個麵連湯包鈉隨時嘅超過1日嘅上限2000毫克。就算你唔飲湯，淨係食個麵，都吸收咗好多鈉㗎啦。有時下午茶或者小食，有啲朋友覺得肚餓，都會攞幾塊餅乾或者幾片薯條嚟頂下肚，咁就中伏啦。原來梳打餅、鹹餅乾係高鈉嘅偽君子喎，佢感覺唔鹹㗎，但係每100克隨時都會有半日所需嘅鈉量。薯片、蝦條就更加係鹽炸彈，一細包已經超標啦。另外有啲標榜健康嘅飲品，例如蔬果汁，為咗好味啲，佢會偷偷加入啲鹽或者含鈉嘅添加劑㗎喎。運動飲料係俾大量流汗後嘅人補充電解物嘅。如果我哋就咁坐喺辦公室，或者只係做一啲低強度運動之後飲咗佢，就同直接攝取額外鈉冇分別㗎。一支已經有200至300毫克嘅鈉。聽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咁點算好啊？好似乜都唔食得咁？咁都唔係嘅，減鹽都有佢嘅方法嘅。我哋試下跟住下邊嘅方法去做。第一，養成睇營養標籤嘅習慣，揀每100克含鈉少於120毫克嘅低鈉產品。第二，煮餸多用一啲香料、香草、蒜頭、檸檬汁等天然嘅香料代替蠔油、豉油、醬油。第三，最緊要係多食一啲新鮮嘅食材，少食加工醃製嘅食物。最後，烹調嘅時候先試味後加鹽，咁就唔會食多咗咯。其實控制鈉唔係食到淡而無味，而係要食得叻啲，避開我哋嘅所謂隱形高鈉陷阱。記住啦，保護血管、預防高血壓，係從睇清楚食物標籤開始，慢慢調整飲食嘅習慣，血壓自然聽話啲。大家如果想知道同了解更多有關健康嘅資訊，記得點讚同追蹤，或者直接聯絡我哋 Dr. Pong。多謝。